照顾我的家人，还有4个教会，很多人为我祷告，这样子。足侪人拢寄卡片给我啦，还是甲我祷告来病院甲我看安尼大家问候，安尼亲像讲同心协力我感像你有迄个勇气面对各种的治疗甲挑战，我足感谢我这主人这朋友，伊是真正会疼心。我的丈夫甲2个囡仔因是综合工作团队伊病院的医生甲伊讲恁3个人爱用轮流方式来照顾恁妈妈，因为做这款手术的人足歹顾足歹顾，我嘛家己感觉这真正足歹顾，所以你要用轮流方式，会知女儿因儿子反正用轮流的方式，你若无用轮流的方式到尾头拢倒落来安尼拢无人通好顾，所以伊是一个足好的团队。我女儿也是讲阮儿子，逐日看到我，头一面看到我讲妈妈你好勇敢，妈妈你好勇敢，一直甲我讲，一直甲我鼓励，我一日一日一直行落去，安尼。才有对到地到你的时阵我就会当出院安尼若正常一般正常地到你就会使出院医生走去倒？迄一领地到你出，迄一领阮先生就带2个囡仔来载我转去安尼出院。我问伊讲这当面上班你今仔哪会穿到遮水穿西装，伊讲哇，今仔是足要紧的日子比上班更较要紧所以伊来接我，伊来穿到足整齐、足正统来接我转去接我出院安尼因为为着回诊会方便到我可能嘛不是拢会挂急诊安尼，所以先生就是伫旧金山多一间阿帕岛，互我住伫遐。就要养病，就要1个月。手术了90天内面，拢是阁是这个危险期安尼。因为我随时拢会发生排斥，我会排斥随时嘛会感染是种种，因为当个手术用药用足济，阁足重我身体有时安尼。足奇怪，化学变化足济，有时嘛会影响到我的心脏，有时嘛会停去安尼所以爱注意，不管什么时阵，拢是我的危险期不过我感谢天父上帝就是讲伊互我有信用，让我有信仰，我确信。敢若亲像诗篇23篇同款，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灾害，因为你和我同在。我每天就像耶稣手上抱着那只小羊，他抱着我走高山，他抱着我到深渊，都是他与我同在，我就非常安稳的睡在他的胸前，我来应付每天所遇到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儿子跟我说：“妈妈，圣经说要喜乐，要喜乐，然后要每天把我所要的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所要的告诉神，这样。”这是他给我的应许，我就有这个平安交托的心来过这个每天的日子。这一次经过那个生死
教学的经验让我学会要照顾我自己的身体，可也照顾我家己的身体我嘛甲别人拢同款啊，我会听医生讲话，我逐日爱食药啊，逐日爱啉水，逐日爱行路，搁爱保持我的体重，就一定袂使伤过、伤超过安尼，是安尼。搁另外后摆体会着讲珍惜甲亲人、甲朋友做伙的时间。搁另外，互我知影讲咱这人肉体拢会死啊，所以这个灵魂是永恒的。追求永恒是最有价值的。最好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那天我还是小孩，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快。我今年已经70岁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开刀到即马已经12冬啦，我无想到讲遐紧安尼当我手术了头一摆，搁转去互我的医生看的时，伊甲我讲无问题啊，这过20冬无问题啊，安尼啊。所以我已经过12冬了呢。我毋知啊，不过有一日我嘛爱结束我的生命我无惊，我有迄个信仰，就是讲知影耶稣甲我准备房间伫天顶，我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并不害怕。我觉得这是12冬12冬前我爸爸就是嘛圣诞节是阮全家父去买冰箱啊。我互你看迄阵我的孙我敢若一个孙迄个孙2岁啦，伊敢若2岁尔OK， 无想到讲上帝我叫我12冬啊，你看迄小 baby 已经14岁啊，你有看到无？足大汉我有时拢找无，上帝搁互我会当看到阮囝结婚啦，因为迄阵我上届伊就惨啊，我袂当看阮囝结婚，我感觉足遗憾安尼。上帝我15冬，搁会当看阮囝结婚，搁生迄2个小男生足古锥的搁阮女儿搁生一个，搁生一个唯一的查某囡仔，来做阮的孙女安尼所以我真感谢上帝怜悯我搁阮这个家庭。有当时我家己咧想，迄阵上帝若无怜悯我阮的家庭即摆应该变做啥物款？我不敢想象，真的不敢想象。所以我只是一个感谢心，每天都在感谢，这样子。我一摆真感谢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也足感谢咱会长，这个铺盘拢伊做的这看有够无所以 OK 我的先生伊嘛愿意来分享我破病的时阵也心路历程伫迄个课程时还袂讲以前我讲2句话我一直定讲，我顶下正头讲座嘛捌讲，我讲人嘛要甲你欢喜，分享欢喜的代志足简单，要甲你分享伊艰苦的代志足困难。咱知影过12年，今仔日续主节伫遮讲，伊邀请你到我赛，所以我是有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伊愿意甲伊迄痛苦迄段时间甲咱分享。我希望大家伫伊的分享的过程中，拢有得到体会咱即摆来看，人讲先生的成功背后一个好太太，太太的成功后面一个好先生。来，我们交给那个许先生。各位乡亲各位时代多谢你有这个机会
我咧讲福主吼，确实是伊的福气，吼，啊相对就是我的福气，因为吼，我娶着一个新某，啊，少年某，吼，你看，伊讲70岁，其实伊才50岁，吼，对无？吼，啊。确实，迄个人吼，向面走，迄个互伊赶迄个人，走40岁尔，走14年，只走50岁。阮太太走50几岁吼，所以是我的福气。啊，事实上，伫迄段时间，我听着伊艰苦，我也毋知影讲，迄个指数较悬啊，较恐怖。啊，迄当阵因为台北吼，我的小妹就一直敲电话来，敲差不多4、5届，半暝嘛甲我敲，叫我讲紧转来。我讲是安怎紧转？伊讲爸爸吼肺炎啊，爸爸重病吼，病危啦吼，赶紧转来。我无办法，我就甲阮查某囝紧甲讲，你小看一下吼，我紧转去吼，随过来。但是等到台北的时吼，拜五迄天去到台北的时吼，因就讲哇，情形无好啊，阮爸爸就昏迷嘛吼，已经拢足严重，所以拜六。阮就逐个招迄个教会的牧师啦，遐兄弟，逐个就做伙唱歌、唱圣诗吼，做祈祷安尼吼，准备讲做礼拜安尼，所以生活足艰苦，嘛是就讲要安安排吼，逐个姊妹做伙讨论，看要安怎安排。隔天讲礼拜日的时候。我就迄个邦桥病院吼，阮爸爸用住朋友迄楼骹吼，有一个教会，我去参加，了后起来，佫继续教阮爸爸，差不多中昼时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吼，伊迄是外省的吼，伊就起来，来看爸爸。伊吼，你知影伊是中医啦吼，中医啦吼，伊吼伊会赞美就对啦吼。其实我咧甲阮爸爸迄种骹镜头甲伊拢无知觉啦吼。但是即个医生吼，即中医即个吼，伊甲赞美的时候。伊甲我讲许弟兄吼，我跟你讲哦，我靠兄弟，我甲你讲哦，恁爸爸哦，毋是绝脉，我听者心肝头迄个大石头哦，倒来，因为我迄当阵是来讲哦，心肝头哦，是敢若讲。迄个蜡烛双头烧啦吼，一方面阮太太伫美国足危险吼，上面阮爸爸是敢若特别死的人，所以好佳在上帝吼，还佫怜悯我，决定再去拜拜吼，我就紧去找去台北专线去找啦，最看有机票，结果好佳在讲专线敢若2张啦。我紧去抢迄张机票，紧转来美国，所以才佫互我会当转来美国，佫继续迄个宋医师迄个故事，吼。所以上帝对我来讲是一个怜悯我吼。咱这好朋友吼，会计师吼，老朋友吼，遮个吼，古早做伙，我今仔日好佳在，我的太太佫伫个。所以是我是足感谢吼。
所以伫遮阮为着感谢即个阮将即个故事甲写起来，是因为一个牧师娘甲鼓励讲恁即个故事足特别把它写起来，所以我写起来。即本谱阮都10几年来拢去台湾去分享，互大家。今仔日特别伫中委会会长特别甲阮邀请讲，叫阮来将阮的故事分享互大家，所以阮今日来遮做分享即本谱已经印超过2万超过6000本啦阮是5万会当印超3万本安尼啦是阮即个簿放在后壁希望咱大家若要转去的时每一人摕一本一个家庭摕一本安尼但恁若看了感觉讲真好恁会当摕分互恁的隔壁朋友伫遮我敢若看到一个人敢若是古早阮12年前买车的一个朋友伊敢若有来这故事足特别所以我是讲伫遮甲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甲我的迄个介绍多谢咱互我即个时间多谢。感谢寇先生的分享。